呢對越南嘅一個關稅。外交部宣布，中共總書記、國家主席習近平應越共總書記蘇德、越南國家主席梁強邀請14到15號對越南進行國事訪問。習近平亦應馬來西亞最高元首尼古拉恩、柬埔寨國王西哈莫邀請14到18號國事訪問馬來西亞同柬埔寨。中国是社会的优先方向。中国和东南亚两邦共识好邻居、好朋友、好伙伴。此次访问是习近平主席今年的首次出国，对推动中国同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柬埔寨、中国东盟关系的整体发展有重大意义。關稅戰，柬埔寨、越南同馬來西亞都受到美國嘅對等關稅衝擊，分別面臨4%9%、4%6%同2%4%嘅關稅。路透社報導，越南面對美國嘅關稅威脅，將會嚴查中國商品，確保使產地出口到美國嘅做法，加強管制對中國出口美製精密半導體等民生商品。越南政府星期四宣布，美國已同意同越南啟動貿易協定談判，並隨即宣稱將打擊貿易欺詐，但未有透露詳情。報道話，由於中國係投資越南最多嘅國家，越南嘅出口貨含有大量鮮海成分，中國企業亦廣泛設廠。國內當局希望審慎行事，避免激嬲中國。無線記者黃美國報道。上海報道，受到冷風影響，啲人好多都有回暖同埋有反應嘅陣風，部分內陸偏東同內地